係你好，三極世界啊！喂，大家好啊！依套片出街呢係3月嘅20號嘅。喂，大家好啊！嗱，今朝呢就聯儲局啦，決定就係唔減息啦。咁呢就有啲嘅講法呢，話今年呢就會呢係會減2次息，半年減1次咁樣。係咪真係咁好會減2次息呢？咁樣而家我係懷疑呢，係徹底唔減嘅，即係話呢，去到鮑威爾出年年初落台之前呢，都係完全唔減息啊！咁啊，點解會有呢個可能性呢？咁樣一陣間會同大家討論啦。另一樣嘢呢，就想同大家呢討論呢一個嘅賴清德啦，因為呢，其實特朗普當然就喺另一邊啊發動戰爭啦，想攞啲軍權啦，討好軍方啦。因為有打仗先有升遷噶嘛，係咪先？咁但係賴清德呢，就發表佢嗰個嘅國安17條，即係賴17條呢，係講咗好多挑釁性嘅説話之餘呢，係希望呢係作戰爭嘅準備，迎戰中國嘅武統啊！嗱，即係呢。賴清德咧，應該咧知道咧時日無多嘅。咁但係咧，我哋講呢個武統呢個議題講咗好耐啦，好多人都恥笑我哋啊！你成日話武統係咪啊？咁共產黨邊度夠膽打台灣啊？腳軟啊嘛！咁但係賴清德唔係咁諗喎。嗱，咁所以咧，其實阿爺喺度等乜咧？我哋需要去討論一下嘅。好，咁我哋入正題以先，都請大家訂閱啦。何志剛有仇必記頻道啦，分享啦、留言啦、讚好啦，同埋咁啷啷嘅。請你哋咧，每一日嘅12點鐘或者夜晚嘅時候咧，睇下咩片出啦吓。嗱，咁咧就有好多朋友咧，都係或者係唔同嘅專欄作者咧，都討論啦。李嘉誠咧低價賣巴拿馬嘅港口，或者全球23個國家裏邊有呢43個港口。嗱咧，而家咧就有啲人啊做埋圖去解釋咩事，就係話咧貝萊德咧係特朗普友好嘅財團，會配合咧美國政府嘅政策。嗱，如果咧將來咧呢個嘅李嘉誠如果係成功賣咗呢43個港口嘅話咧，美國咧就可以咧壟斷運河嘅貿易之餘咧，就任意針對中國嘅船隻啊，跟住可能係一係就中國嘅船隻就貴啲，或者係中國做嘅船隻唔係掛中國旗都係要貴啲。咁咧嚴重威脅咧中港企業物流成本同穩定性啦。有啲嘅講法咧就係話，你特朗普咧直情想打擊中國嘅造船業。即係話咧，所有中國嘅船經過呢43個港口呢，全部都係惡意加價、歧視性去對付你中國。咁即係逼你全世界嘅訂單唔好去大陸度造船。嗱，其實咧呢單嘢呢，嗱講到咁，係咪真係咁嚴重呢？係咪特朗普真係咁衰呢？其實唔知嘅。咁但係特朗普即係佢手上原本冇嗰張牌嘅，但係呢，李嘉誠就遞張牌俾特朗普。嗱，所以特朗普中意話啊嘛，你澤連斯基冇牌噶。其實呢，特朗普對中國嚟講呢，手上嘅牌唔多噶。不過如果李嘉誠賣咗呢個港口呢，賣咗呢43個港口呢，啲人就會覺得。哦，你李嘉誠遞張牌俾特朗普嗱，所以呢，要調查李嘉誠有冇危害國家安全嗱。當然啦，我真係呢啲嘢嚟講呢，我就等結果嘅啫啊，我唔會預測啊，究竟個調查嘅結果係李嘉誠有定冇危害國家安全啦，係咪嗱？其實呢，而家呢，阿爺呢，基本上呢。係，我相信咧5月9號嗰日唔會有三國元首咧喺莫斯科見面，
即係話呢，我相信特朗普唔敢5月9號去莫斯科嘅，因為佢冇人催。事實上呢，喺呢一個嘅俄烏戰爭嗰個問題呢，係十劃都未有一撇去拉得埋。即係話普京淨係應承大家唔好炸對方嗰啲能源設施咯，係嘛？咁呢個呢，係好低程度嘅停火嚟嘅。咁呢，我諗咧特朗普一定係把握喺呢一個呢開始談判咗之後呢，仲要加緊攻勢。即係呢，其實好多時呢都係嘅。如果你唔喺戰場上邊攞到足夠嘅優勢呢，你喺談判桌裏邊呢，你係亦都唔會傾到啲乜嘢嘅。呢個世界上邊呢，冇人會喺個談判桌上邊呢禮讓你嘅，除非嗰個係白痴，係咪？都係你嘅力量震懾對手，對手冇辦法唔妥協，又或者大家嘅力量都去到差唔多，去到一個平衡，咁大家先至可以呢係談判完成個交易。但係如果你話俄羅斯都有一個好大嘅優勢，我做乜事要因為你特朗普講幾句廢話，我就去放生烏克蘭啊？你當我傻啊？係咪啊？所以呢，其實呢，我相信5月9號呢，呢一個嘅特朗普係去唔到莫斯科嘅。咁我習近平會去莫斯科嘅機會都幾大下嘅，因為表示中俄嘅友好啦，係嘛？咁跟住呢，特朗普就係咁想吹呢6月嘅時候呢，美俄呢係會中美呢係可以呢就搞3日外交。特朗普成日提，或者佢啲下屬成日提，話習近平嘅6月生日，你特朗普係6月生日，不如一齊搞生日會啦咁樣。但我相信呢，阿爺呢係唔會應承呢見特朗普嘅，即係話習近平唔會訪美嘅。因為呢，其實喺呢個呢，我哋呢個節目叫三極世界啦，西方係分裂呢歐同埋美啦。喺呢個過程嘅裏邊，特朗普梗係我琴日講就係佢開始大清洗啦，話呢個嘅拜登嗰啲嘅特赦嗰啲8000嗰個名單，大部分都話無效啦，係咪啊？所以阿爺唔會同特朗普行咁埋嘅，因為你同特朗普太 friend 嘅話，即係話呢，特朗普想同中國聯手打壓你歐洲，歐洲會攞到呢個議會。其實習近平犯不着喺歐同美之間，或者係呢一個嘅國際霸主呢個金融資本，即係控制民主黨、美國嘅民主黨同埋歐洲呢紮國家嘅嗰個嘅猶太金融資本。阿爺唔需要討好呢紮歐洲佬，或者係呢紮白左呢紮猶太金融資本，但亦都唔需要呢企到個樣呢就企咗喺特朗普嗰邊打佢。其實呢，阿爺只需要呢兩邊都唔幫，你咪自己兩邊鬥咯，你鬥飽佢咯，係咪啊？我做乜事要擺出個姿勢，企喺特朗普嗰邊呢？所以呢，我覺得呢6月嗰個嘅所謂3日外交呢，一定搞唔成嘅。即係我睇下我會唔會錯啦。咁但我相信係唔會嘅。因為如果同特朗普搞3日外交呢，個關係太親密。但特朗普而家呢，喂，你係成日想侵吞中國嘅資產啊嘛，我唔理你啦。你李嘉誠嘅資產，佢係中國人佢個總部喺香港，咁即係就係我哋中國人嘅嘢啦。你而家要叫李嘉誠交出呢4日3個港口，咁你真係剃我眼眉。你一邊剃我眼眉，一邊要話要我同你搞個生日會，搞到好親密咁，即係我向你屈服，跟住同你聯手搞歐洲佬搞嗰紮國際霸主、猶太金融資本，我做乜事要咁做啊？
係咪啊？嗱，即係咧，我就唔認為咧，習近平係唔會同特朗普搞呢個生日外交嘅。嗱，OK，咁咧，所以咧，其實而家喺呢一刻嚟講咧，既然個世界背景係歐美分裂啊，特朗普要大清洗民主黨，可能將猶太金融資本被逼佢哋遷徙到去歐洲。嗱，呢個咁嘅背景嘅裏邊咧，嗱，美國而家咧一直都係有好頭痕嘅一樣嘢，就係冇稀土。佢哋咧就話：哎呀，烏克蘭有稀土礦嘅話，我都想立咗佢分一半。咁咧，等我呢啲美國嘅資產咧入到去烏克蘭嘅時候咧，咁咧俄羅斯就唔敢入嚟咯。你因為你過嚟會傷害到我嘅資產啊嘛。嗱，我唔派兵，但係我喺烏克蘭有廣泛利益。嗱，即係特朗普就本來嗰個咧礦產協議係咁意思嘅。咁但係嗰個礦產協議裏邊，其實都會牽涉一啲稀土，因為美國就好想手上有多啲稀土，可以唔使受制於中國。因為咧稀土咧，事實上或者一啲嘅重要嘅金屬啦、阿鎵、鍺嗰類嘢咧，係影響嗰啲喺軍事上做雷達啊，或者係好多嘅武器咧，都係咧要用你稀土嘅，先至咧做到嗰個嘅武器嗰個功能嘅啊。即係呢個我識唔晒啦，就係知道咧好多軍工業嘅裏邊咧，做一架咧 F-22又好，F-35又好啦嚇。總之裏邊咧都唔同嘅零件都需要好多嘅稀土嘅。嗱，所以咧而家咧喺對於中國嚟講，我手握呢紮稀土，又或者你哋全世界其他地方有稀土礦都好，我掌握先進嘅提煉技術。嗱，某個程度上，中國咧個發言權好大嘅。嗱，如果你話美國同中國可以個關係理順到，好似特朗普而家係點解成日出聲話想見中國、見下習近平，就想理順到個關係啊嘛。理順到個關係嘅話，喂，而家佢出一啲牌都係同大陸講，你唔同我傾，我夾你。但係你同我傾嘅話呢，咁你俾稀土我，可能我夾你嗰啲嘢，我唔夾落去咯。嗱，即係特朗普呢，想玩呢啲即係一啖三糖一啖屎咁樣夾你中國呢，唔好叫個價咁貴。嗱，即係永遠啦，國同國之間嘅談判呢，都係講個實利嘅啫。嗱，特朗普搞呢啲夾李嘉誠俾啲港口出嚟，都係佈局同習近平嘅談判嘅啫。咁當然啦，呢隻牌佢未攞到住。所以呢，我相信李嘉誠一定拖㗎啦，呢個交易唔敢咁快做㗎啦嚇。咁但係咩都好啦，呢個李嘉誠嗰邊係拭目以待啦，係咪啊？咁但係喺美國需要稀土。而家呢，我之前呢個節目都提過啦，歐洲呢係想呢係擺脫美國，唔要美國嘅軍火，因為美國軍火後邊爛都有後門嘅。咁所以呢，係佢需要加快推動歐洲嘅軍工業。可能法國係主導啲啦，但我相信德國都有自己啲寶貝嘅德國最出名就有金牛座導彈系統但係咩都好啦，歐洲要推動再軍事化要軍事自主，唔需要依賴美國，一樣需要稀土。即係一個咁樣背景嚟講呢，大陸呢要武統台灣呢，其實而家係最好時間。我認為你話哎呀，你何志剛，你又吹呢樣嘢。我講多次2024年3月未立23條之前呢，我一直都話啦，未立23條呢，你唔使搞武統，因為呢，你一搞武統嘅話，香港如果暴亂嘅話呢，你搞武統嘅時候好麻煩。
咁所以咧香港要有23條。香港就2024年3月搞掂晒啦，冇呢個23條係咪？總之咩都好啦，即係咧，我跟住咧我就話啦，喂，喺美國喺2024年嘅選舉去到政權交接呢個段時間係有可能發生武統嘅，我嗰時嘅判斷咁但係咧嗰陣時咧我未必會係諗得咁清楚，喂，究竟係特朗普上台啊，定係拜登連任或者係民主黨繼續做落去呢？我就未分辨到。但係呢，而家特朗普上台呢，整個西方陣營嗰個分裂嘅態勢太明顯啊！呢個呢係特朗普上台前我係預計唔到呢樣嘢。如果而家你西方一分裂咗，歐洲要全面推動呢個搞軍事化再軍事化或者係軍事自主，美國亦都要需要稀土，因為佢提煉技術仲未可以就算你周圍搲稀土礦都好啦，啲稀土礦佢嗰個提煉技術真係唔 Q 得啊嘛，係咪啊？大陸平佢好多啊嘛，係咪啊？你徹底如果你同大陸反面，即係你大陸就會斷晒你啲稀土啦，係咪啊？所以呢，兩者都有求大陸嘅時候，喂，咁你特朗普又趁佢，喂，你而家你根本都未攞晒美軍嘅軍權，因為我知道呢，特朗普喺美軍嗰度呢，佢就換咗陸軍個阿頭，就變咗自己人，嗰個係曼斯嗰啲喺耶魯個朋友嚟嘅，係一個後生仔啦咩都好啦咁呢，其實呢，將來呢，美軍有6個軍種嘅即係啲咩海軍陸戰隊又好，咩空軍又好，海軍又好啦咁樣，跟住仲有太空軍咁樣即係呢啲呢，咁多個軍種呢，嗰個阿頭呢要逐個換。咁而家呢，此時此刻呢，美國嘅參謀聯席會議個主席位呢就空缺嘅。特朗普呢都係而家呢仲係諗緊點樣喺軍隊裏面插人。其實呢，佢亦都有好多支持者呢都係低級官嘅士兵嚟嘅，即係話喺軍隊裏邊呢就係低級嘅。但係嗰啲白人呢，就真係走過去阿富汗打個仗呢，就明白到呢，喂，打嗰啲仗淨係嘥錢做無謂嘢啊嘛所以佢哋呢就好熱烈地支持特朗普，喂，希望呢美國唔好搞咁多無謂嘅打仗嗰樣嘢。所以特朗普要奪取軍權呢，我覺得呢未來搞多1-2年呢，真係未必唔得嘅。但呢一刻佢係最脆弱。咁我又講翻阿賴清德啦。賴清德就係佢感覺到大陸要武統台灣呢，係隨時會發生，所以佢要發布嗰個賴17條出嚟，裏邊呢，佢提到呢，就係話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呢係一個敵國，跟住呢，佢哋台灣呢就要呢重整一個呢叫軍事審判制度。呢個軍事審判制度呢，其實某個程度上呢，就話反對阻止大陸對台灣嘅滲透佢又咁講啦，即係話呢，佢隨時喺台灣島內，佢認為佢民進黨唔中意嘅勢力，佢就老屈佢勾結到大陸。咁跟住呢，開始就搞綠色大恐怖啦，綠色恐怖啦，即係以前就叫呢蔣介石時代叫白色恐怖時代，而家呢搞綠色恐怖時代，即係呢國民黨呢對任何異己呢都可以呢笠頂帽，話你係勾結中共，咁開始就整肅異己。另外呢，就係呢個軍事審判系統呢，亦都可以做呢，就係呢壓制底層嘅士兵。你如果你喺打仗嘅時候，你唔接受命令，甚至諗機會就投降或者係開小差諗住係逃兵咁樣呢，佢而家呢就用呢個軍事
審判制度嚟個審判制度呢，就逼啲士兵一定要效力。嗱，呢個好明顯就係賴清德知道武統台灣隨時出嚟，佢需要喺軍事上搞一啲新嘅系統，逼啲軍隊一定要聽佢話。嗱，但係呢樣嘢呢，佢擺明就係抗拒同大陸去談判啊，或者係友好啊，佢唔肯放棄佢台獨嘅主張啊。嗱，所以大陸就要同佢搞軍演啦。嗱，即係我唔知道大陸幾時去武統台灣，但係的而且確而家去做武統台灣呢，特朗普又冇準備，大家又要中國嘅稀土，而家係一個好時間嚟嘅。嗱，當然啦，阿爺幾時去做，咁啊睇佢裏邊嘅準備嘅工作啊，有冇啲咩嘢佢擔憂啦咁樣。但我又覺得而家阿爺打咗台灣呢，我諗呢，特朗普同埋歐洲嗰邊呢，即係民主黨嗰邊同埋共和黨兩邊呢，都唔敢對阿爺呢做太多咩制裁嗰啲。咁你夠膽搶阿爺嘅話，阿爺嘅咪做多啲咯，係咪啊？喂，甚至喂打台灣2000幾萬人，喐埋你澳洲都係差唔多啫嘛。老老實實，喂，我使乜俾面你啊？我收復我自己領土，你阿支阿佐又制裁，係咪啊？我搞多兩籌都得啊！嗱，老老實實啦，嗱，所以咧，我呢啲咧就睇下將來點。嗱，關於議息嗰個問題咧，哎呀，吹下咧，我冇時間講佢個減息，即係點解唔減息呢個問題。咁咧你聽日睇咧財經揭露先，我聽日再揾時間去講咧議息呢個問題。好，係咁多先。